戴一顶安全帽，然后塑胶袋自己保管哦。这个手套，如果大家戴不习惯，还是稍微要戴一下啊。铁布朝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进去要走2公里，哦，这样子假设这么远的地方的话，那你可能就需要这样子来携带。OK。他们今天需要木头来做那个踏阶哈，所以呢，我们在清理路面的时候，或你们在整理平台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倒木，请大家在清理倒木的时候稍微看一下，差不多是15到20公分左右的，是可以拿来做踏阶的哈。經過環境界行前教育過後，邀請台大學生準備向目的地出發。今次見到用設計嘅雙手同團隊合作進行，做一團自然鋪頭。大家都有設計嘅任務，負責技術嘅同學記到當上網，前路面嘅同學用腳頭同錯還有色色條展開，甚至先生也親手削皮樹皮。因為這個樹皮平常那個水分比較多，那就是有水分的話，木材就比較容易爛掉。所以通常我們把樹皮去掉，它比較耐久。大家應該工作完成過後，刷下來就會組裝。因為你怕他手會被敲到，对不對？喝嘴。哦，那你打沒關係，你就不用不怕打到我的手。用這個。一片淺淺完成鋪頭太快嘅線，另外一片也都規劃。这地方听起来很扎实。倒木其实有一些可以判断的，就是它里面是不是烂掉了，然后它的干燥的程度。大树坡上面有一个变窄的地方，好，我们要在旁边再架出一个路面，让人走起来一直都保持在1米到1.2米左右。佢嘅市民camp。禮拜台大高齡設施辦嘅指導先生，也係關於小樹推廣自然鋪頭嘅志工。基本上挖出一个这样的尖角哈，就是45度的一个尖角之后，把这个土头摆平之后，这样拉，用这样拉，把土拉平，拉到这个后面这样子。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出现很多的树根，这種叫斷掉。淡水路世界知名camp係屏東02年，大學讀嘅係歷史，你下同研究所讀兩岸關係，背景同鋪頭完全無關。知名camp實施地指導了解學生，你就要對2002年講起。規模時間去運通，哦，冇運通久了以後都會皮，好，所以就對天空唔好安尼，所以都有同學都講啊，落去北山，哦，其實係以前唔好北山啊，吼。北山過後都感覺講啊，行路行起來以後都感覺有個膝蓋會痛，哦，都想講捱可能唔適合去北山啊。後來都發現都講啊，像安尼無鋪面嘅步道，過後行起以後都唔會感覺痛，安尼都身體非常的舒暢安尼。行鳳毛泥鋪頭做乜嘅腳不切，本市民camp當好期，而聽到美國有一條3500公里完全無鋪面嘅鋪頭，本期2005年嘅天氣阿帕拉契山簽得案。阿帕拉契山徑保育協會有在招募志工，好啊，因為個志工吼，同埋人傳統去認識個志工無共用，去美國都大開眼界，好，因為個一般嘅人哦。無嘛個工廠背景嘅人，像我安尼，去嗰邊都領隊帶我們，安尼都像我今日帶學生安尼做，學生係如無嘛個背景，你都先從安尼教伊都會嘅，嘿，都安尼邊做邊學，安尼都會嘅。
同美國3個業界學習之旅，市面캠正經認識當道。我都發現講，其實工程不是唯一的解決方式。工程其實在做的時候會破壞自然。像我們用手工打造的步道，它是可以減少對自然的破壞，而且它可以讓讓人有跟土地比較親近的機會。全國過後，市面캠以做鋪土自工為目標，開始積極提倡自然鋪土同無痕山林嘅概念。一般人更加如喺那些都市地區，無嘛個機會去自然去行安尼，行安尼行過去嘛無嘛個過程嘅感覺啦，因為都安尼嘛，奈米就共用，但是你去甲做過安尼個鋪土，感覺都無共用，你都對遐個地方會有認同。安尼團隊合作來做鋪土吼，他甲個感情會無共用，吼，他甲向下生發，向下合作。OK， 阿弟 OK 嗎 OK， 哦，攝影機小心。幾廿年來，市面캠已經帶過2000位嘅團隊，到台灣幾10高山留下腳印，目的就係要本國人對鋪土有無共款嘅思維。安尼個沙條係佇哪來嘅？嗰道沙條其實係佇越南、佇中國安尼，從別人的礦山挖了以後，走船嚟安尼，嗰沿個基里，好又吃很多石油，又排很多二氧化碳，送到我們的港邊啊！你為了要把這些很重的石材運到山上來，他要開施工便道，然後用機具開上來，哎，都會對那個工廠嘅過程都對那個資源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市面캠嘅自然鋪土概念當簡單，就係抽地取材，盡量莫破壞原貌。同時，大家人攏是得同手做，唔好用安尼唔自然嘅東西提自然地杯，好，而用個專業嘅方式，好，更加係都，我是想到一個跟大家溝通的方式，就是說，我們要讓普羅變得更 pro 這樣子，對。稍微轉一下，那個，掉石頭。他這邊有墊石頭要拍嗎？就像了解市面캠大家台大學生，經過交通了後，大家攏變個有藝術專業。OK。聽他講之後，然後才發現，就是我之前爬的那個感覺，然後跟他的感覺是很像，就是像有些步道是就是那種就是石階式的，然後其實那種爬起來就是有的做的太陡，然後有的就是做的太寬，然後而且就是他踏起來就是還蠻不舒服這樣，然後所以就是聽他講完之後，然後其實覺得好像真的一個好步道是要就是像就是現在我們在做的那樣。打算你要不要站過來點？還不好笑。你現在知道不容易了吧？我可以換一邊嗎？換一邊是什麼？哦，天，好重！不管是選木材啦，或者說就是測枝，就是之類的活動，都是純自然的。那我覺得這個很有意義，就是說我們在它原本有的資源之下，就是把它改變得更適合人就是生活的方式，這樣。同學在學校課堂裡面上課的時候，沒什麼感覺，不痛不癢。可是，一到現場來，完全不一樣。別班的都看到，為什麼我們這一班同學這麼嗨，非常的有興趣啊！所以是讓接近大自然呢，有個實際的體驗啊。我想對這個同學這個身心培養啊，還有對這個整個環境的關懷啊，都是有幫助的。那今天大家勞動的蠻不錯的嘛，哈，大家都很嗨。那現在我們來做一點心得交流，還是什麼之類的哈。按補時嘅意見交流，為大家無限嘅營業做結束，也到當中學習同體會。其實運木頭是很好玩的事情。後來我們這一組還有一個女生跟着下去運，對不對？對。我拿最輕的那個。熱心嘅市面캠，還有帶伴大家一個娛樂節目。我在上課沒有講過 LNT 哈，LNT 就是無痕山林，就是我們到了戶外的時候，對自然野外的
任何的影响都要降到最低。所以我们要生火或者什么时候，基本上下面弄一个铝箔纸，好让它不要直接接触到地面。好，我从来没有在超过2000公尺以上的地方试过这个酒精炉，它会不会成功呢？这个要看大家的念力。市民险利用无爱嘅米炉管同酒精冻入去，就是在做一个简单嘅户外酒精炉。看下那同学弄起到一闪闪，上上行剑去看。它是让空气应该是让空气可以在这一层中间这样跑，从这个边边跑出来，应该是让空气。还是说它只是加了那个酒精，让酒精蒸汽从这边喷出来？对啊，应该是啊。对于这种无痕山林的理念蛮不错的，那简单又轻便，那还感觉还蛮实用的。对，那希望可以就是登山客啊，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用安那个罐头，也是啤酒罐，就可以做一个最简单、最强，可以带出去煮东西的酒精炉。183，有很多东西要装在背包里，有几重啊，所以你迄带安尼个炉头就唔会几重安尼。吓我一跳，我以为我要被抬升到天空去了。天热热，同好多快乐嘅气氛当中，继续见忙完成嘅自然普渡。卡住了！大家一起就是把材料就是都准备出来，然后自己做出一个就是步道，对，就是有一个成品出来，对啊，然后所以觉得还蛮开心的。平常在都市中也没有这么就是新鲜的空气，或者说这种温度，其实是蛮舒服的。我觉得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应该还是会就是当这类的志工。你们直接去把它拿下来，太原去取。然后如果呢太长的话，再回去吗？太重的话，你就把它量2米把它切下来。对个简单嘅想法开始，市民险一步一步提倡实行理念，单纯嘅普渡之旅，本期学校向山向宽嘅思考。今仔喺台湾都几多无强用嘅理从嘅人，迄可以暂时放下那些东西，然后强下来做普渡，其实都会回到一个我们是建立一个朋友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而不会再被那些标签或者是意识形态去影响这样子。好，给你们了。好，回去吧。